一次那个时代正在动漫都去转过，一個早餐六時上結胸之花，後為也連進後這物質大會手太陰之脈動也，人一呼脈行三寸，二級脈行三寸，呼吸定息脈行六寸，人一日一夜凡23500四脈行50度，就於心腦水下百克，榮為行人20換度，行陰熱20換度，為一週也過50度。復回於手太陰寸口這唔藏六夫之所終止，故法取於寸口也。81難決，竟然無實實虛，選不足而亦有如是寸口脈也，將病自有虛實也，其選亦奈何，然是病非為寸口脈也，為病只有虛實也，假令乾實而廢虛。乾者木也，廢者金也，金力當更相平，當知金定木，假令廢實而乾虛，未少氣，用針不補其乾，而反重實其廢，故若實實虛，選不足而亦有餘，是這種功之所害也。是將雙半學透視，做地限二號變化，良醫正學非一人斷定千物真斷化。太子處四葉氣病，氣社會生命聖人，處於無惑犯做下人，終於見神已了。經脈診，所以能決死心，處百病調去實不可不通。人之生也血氣已旺，用力以成骨肉而天，那個是天處自有氣質而有殺。虛則說這實在相知，就病之脈為中臟有病，必應於自治之要最手實質形氣，百病之氣又生於氣者，又生於念者，又生於神者。成則生熱，而少則生燥；氣虛則生寒，後至則生悶。陰陽者，天地之道也，萬物之綱紀。變化之父母，生殺之本子，生命之父也。病也因愛恨仇，看破紅塵終不破，無奈相思困情鎖。一生真心有幾人，雙手13縫中流，湖中撈月意終生。今生無緣得道上，來世得正入書法。患病也因愛恨仇，看破紅塵終不破，無奈相思困情鎖。一生真心有幾人，雙手13縫中流，湖中撈月以終生。今生無緣得道生，來世得正入書法。